雙龍個板塊苦等咗多年，終於都有新盤啦，並且一經推出咧，即刻就成為咗黑馬，仲要趕快加推大裝修嘅產品嚟迎合大家。到底點解會咁受歡迎呢？今日就帶大家嚟睇下國企打造嘅純 4.0 改善盤江發晉龍富。嗱，咁先嚟睇下呢一隻賣得最好嘅111方4房嘅產品啦，你睇到嘅可以做到南北對流嘅雙陽台啦。咁晉龍富呢個 4.0 產品區別於其他呢，佢主要做嘅呢就係剛需又好型嘅4房產品嘅。咁當然啦，你現在睇到樣板房呢一個咁大嘅橫廳嘅設計呢，其實呢一度到時交付呢係間房間嚟嘅。如果你話你只需要用到大3房嘅話呢，咁呢度你可以拆咗佢，好似保留一個咁大嘅橫廳嘅展示面。但係如果你用到4房嘅話呢，咁你呢度埲牆呢就冇辦法噶啦。但係呢，呢個6米幾嘅陽台呢都係有嘅。咁但係其實客廳嘅空間呢都有去到4米多，其實都幾舒服。咁窗就肯定要封噶啦，因為你出邊嘅話唯有一個14個方嘅露台，你係可以用嚟晾曬啦，可以用嚟平時攞去休閒啦。當然啦，呢個露台個空間唔算話比較大啊，但係呢其實佢都方方正正，亦都係比較舒服嘅。而且呢，佢首先望住呢就係小區嘅園林啦，第二個呢佢上邊對應嘅呢亦都係呢一個樓梯嗰個走道空間，所以私隱性嚟講呢都係還算可以嘅。戶型上嚟講，我覺得真係唔錯嘅。睇下111個方做4房之餘呢，廚房個空間呢都仲可以做到咁大，並且呢嗱呢個最細嘅房間呢，佢咁樣設計完之後，因為呢度係贈送一半面積，或者全部都係冇飄窗嘅，你可以做到衣櫃米2床咧，做埋書台咧都係冇問題嘅。其他嘅房間就更加唔需要講啦，你睇下標準嘅米5床，做埋衣櫃空間都係夠嘅。主人房咧更係有一個270度嘅採光面，但係當然啦，111個方嘅話，你唔好追求個主人房十分之大，但係我覺得空間感係 OK 嘅。嗱，你睇下米8嘅大床啦，呢個採光面啦，再加上好似可以樣板房咁樣設計一排嘅衣櫃，再加埋套間咧，我覺得空間係真係 OK 嘅。嗱，呢一個咧就126方嘅戶型啦，同樣咧都係4房嚟嘅，佢就係111方嘅加大版，因為整個樓盤咧做嘅都係剛需型4房嘛。但係咧，佢呢一個戶型咧就唔需要打咗間房間先有大嘅橫廳嘅展示感。呢一個咧就係6米嘅餐客廳同寬，呢一度咧亦都可以做到一個中島台啦，餐廳嘅位置咧亦都係可以咁樣擺放啦。咁但係我個人咧，其實我自己就比較中意111方個廚房多啲嘅，因為嗰個大啲啊嘛，呢個就略顯細咗啲，但係當然啦，鹹魚白菜各有所愛嘛。但係咧，嗱呢一度咧，佢亦都係做咗個隱藏嘅冰箱啦，其實空間感咧係真係夠嘅。咁至於露台啦，同樣都係分雙數層同埋單數層。雙數層嘅話咧，就好似頭先我哋睇到嘅111方咁樣，喺陽台度出去就會方正啲，你利用起嚟嘅話咧就會正規啲。咁而單數層嘅話咧就係咁樣7字形嘅，但係咧就會大啲。並且咧，其實我覺得呢隻陽台好用嘅地方咧，就係嗱呢一度可以用嚟晾曬區分啦，呢一度咧就可以好似板房咁樣，平時品下酒啊、休閒娛樂啊，呢個空間咧都係 OK 嘅。咁其實整個晉龍富呢個小區一共只係得6棟樓嘅啫，並且咧都係17層高嘅小高層啦，所以整體嘅貨量咧係真係唔多嘅。而呢一隻126方嘅4房咧，亦都係比較搶手嘅。你可以睇到啦，呢兩個房間嘅空間面積咧基本上係一樣嘅，可以做兒童房咧亦都係足夠。可以放到米2床啦，做埋衣櫃咧，亦都可以做到書台位啦。並且呢間房咧一半嘅空間咧都係贈送嘅。咁而呢一邊間房間咧，亦都係比111方嘅客房咧就加大咗，都可以放到標準嘅米5床。呢一度咧亦都係闊咗少少，亦都可以好似板房咁樣做到個整排嘅衣櫃，或者抽一部分出嚟咧做梳妝台都係冇問題嘅。咁現在嘅話咧，其實大家都知道啦，佢首開嘅咧就係1棟、5棟同埋6棟啦，其實已經係搶得差唔多，即係可以講話冇樓層可以選擇噶啦。咁即將加推嘅咧就係2棟同埋4棟，都係111同埋126方嘅產品，係大裝修嘅。至於104方嘅話咧，佢依家咧仲起緊，所以係暫時係未推嘅。咁佢帶埋裝修嘅話咧，咁大家可以節省咗好多裝修嘅時間啦，但係價錢咧肯定會疊加上去嘅。咁呢一個主人房個空間咧，嗱休息區就唔需要講啦，休息街區個空間咧係真係夠大嘅。而我最中意嘅咧就係佢呢個衣帽間個空間，會比其他嘅戶型咧
衣帽間嘅空間係會大啲嘅。你睇下，你除咗做一排嘅衣櫃之外，如果你嘅衣服比較多嘅話咧，呢度做多個雙排嘅衣櫃咧，都係冇問題嘅，亦都可以保留呢一個梳妝台嘅空間。咁呢一度咧就係呢一個主臥嘅套間啦。雙龍呢個板塊咧，一直都係江門人熱門嘅居住地嚟，因為成熟度高啦。你周邊嘅二胡小商品城啦、會有保健院啦，包括現在嘅網紅魔創園啦，步行咧都可以到達。一個紅綠燈咧就可以去到匯悅城、建威廣場，包括你利和廣場啦。無論你係學校、醫療定係商圈咧，配套嘅話咧都係非常之成熟嘅。買得呢度嘅客戶咧，多數都係江門本地嘅老用戶啦，中意成熟嘅配套，但係又想改善居住環境，再加上國企嘅品質亦都係有保障啦。咁成熟嘅地段，再加上4.0嘅產品戶型，剛需嘅4房，又唔知啱唔啱大家呢？有興趣嘅話喺我評論區打4房，我將所有嘅資料發俾你哋。記住啊，即將加推嘅帶埋裝修㗎，盡快過嚟搵我睇樓啦！